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要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哎呀，臭油鸡，臭油鸡，我不来吃。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素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客节目，我是家叔。那在几年前的台湾，都市的生活甲庄脚差一大截，不少庄脚小姐拢毋望会当嫁去都市过较舒适的日子。罕得有都市小姐想要嫁来庄脚做食食好。毋过婚姻的代志就是遮尔奇妙。今仔日拍远的故事，咱要来讲一段稀罕的爱情故，邀请空中好朋友斗阵来收听台面人的田庄浪漫纪事，家悲物语。去夏威夷参加台语文会议，伫我去看到遐个查某衫、母母色彩甲型，拢真合我一个朋友穿，就买一领转来要互伊。转来约伊伫咖啡厅见面，要交互伊物件。拄入去，朋友伫咧遐等啊，看到我来，就煮温一后烧咖啡要互我。咖啡是现代真普遍的饮料。啉的款式嘛足济，我虽然是作家，总是伫生活的部分真保守。若有人要请我食饭，无看到饭，我会真失望。去一间袂食的所在，我头摆若食啥物，过来都拢袂换。去咖啡厅，就是要啉咖啡的。咖啡当然是烧的，奇奇怪怪的咖啡，我拢袂想要试看觅咧。真侪朋友拢真知影我的个性，也袂感觉稀奇。我熟悉朋友内底，无啉咖啡的死的，敢若也有惯。我毋知因有啥物较特别的历史背景无。我家己是有缘故的。人讲，戆人才会为了要啉牛奶去饲一只鸮牛。我为了兴啉咖啡，专工去经营一间糟粕咖啡店。含慢做生意，都也做倒去啊！这毋是这篇咖啡物语要讲的。自做囡仔起，就总爱听甲唱台语歌，问候一块歌，路顶的小姐，讲要招小姐去茶房，一杯咖啡啉了，有时会开乱花。还有另外一块红灯青灯，讲若甲爱人结婚了后，会当住阿帕度，窗边栽红花盆，人仔来饲鸟啊，早顿啉咖啡，鸡卵泡牛奶，这敢毋是新婚的渴望咧？可爱妹妹，阿帕度来当作他。
在红花畔，人来饲小鸟。在当时啉咖啡，过两泡鹅年。这款计划敢是新婚的空梦？这款梦不是男性专利的，满面春风迄个歌是用女性观点写的。第二拍的歌词讲，又过一日，甲伊行入一间小茶房，双人对坐，满面春风，咖啡味清芳。又过一日，甲伊行入一间小茶房，双人对坐，满面春风，咖啡味清芳。彼时伊啊，对阮讲起结婚的事项，予阮一时想着歹势，见笑面煞红。照安尼甲听起来，咖啡对恋爱应该是真有力的物件，这就是我要讲咖啡母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在迄款彷徨的时代，咖啡是一种文明、一个恋情、一个民望、一个横拄天的国度。歌是定定咧听，毋过咖啡生做啥款型的？圆的、四角的、红的，也是乌的，我连一寡概念都无。一直到阿雄因兜带迄两个人去的时阵。阿雄敢若是一个做事人尔，无啥物较特别，哪会当带着风风？到这时，我还咧疑问，会记即阵人风声讲：听伊讲有两个都市来的少年人想要来住咱庄。对啊，迄天有听村长伫问啥人厝邻有空房，会当互因住，因会无条件甲人斗做工。即两个少年的是食饱伤闲，无代志通做伙，专工为都市来装卡要年。过几工，就看到两个奇怪的人去伫阿雄的田里，查甫的面白白，穿卡其衫裤；查某的面红红，白衫乌裙，真普通的学生服。因一人罩一本簿啊，煞那做工课，那写字，毋知咧记啥物。迄暗拄食饱，阿雄来招阿爸去因兜，讲是学生拜托的。迄两个学生是有啥物代志哟？因讲想要了解一寡报酬的代志，让我找几个较有经验的做事人去甲因开讲啦。安尼哦，好啦，我来面教。阿仁要对无？要。来，孙杰啊，好哥，阿水兄，遮坐。来。因伫阿雄的门口埕摆桌仔甲椅仔，真功夫，阁有传糖仔饼伫桌顶要请人。我甲大家小解一下，这位是芳芳小姐，另外这位是伊的朋友钟明。你好。真歹势，叫差恁休困的时间，请问恁大家是要泡茶，还是想要啉咖啡？我听一个串一条。哈？有咖啡？因有咖啡，真正有咖啡。我想讲是流行歌仔咧骗人的物件，佮真正有即款物。迄个查某囡仔用真凊彩的口气问人，敢若是无啥稀罕的款。咖啡是啥物碗糕？阿知，听都毋捌听过。敢若是阿拄仔因伫啉的青草啊吼。恁伤晦气，泡茶就好啦。迄暗我无啉着咖啡，因遐的大人拢毋知啥咖啡，敢若讲要食茶就好。我囡仔人有耳无喙，毋敢加话。因两个是农庄的学生，拄要出业，
专工的庄卡所在实习兼做研究，头农专毋过毋捌真正做过农。这2工做寡工过了后，有一寡问题要请教真正的做事人，才就请大家来。因问的问题拢真好笑。我想要了解恁安怎知影当时爱判水？田里的水着淹到外田才有够野。扣皮仔的时爱安怎认才袂扣唔着，连丢仔都扣去。哈！做事人听一个煞硬气，毋知要安怎应。对这个人来讲，这就亲像日头到早起时会出来，暗时会落去安尼，真自然的代志。人腹肚枵，就是爱食饭，有偌济通食，就食偌济，这要怎样解释？过一暝，阿雄无过来叫阿爸，我家己搁出去因兜。门口埕尾暗暗，我毋敢入去。星有微微啊光，透到伊门喙的路啊，有一排灯拿花，敢若有人影的款，看真足。是迄个查某学生。伊嘛看到我，行我来问我讲：“你是昨晚对恁爸爸来的囡仔吼？你食饱未？”食饱。你叫啥物名？我叫做阿玲。读几年的？国校3年。我照实讲，伊学了我真巧，请我入去因大的所在，讲要请我食糖啊。哪会无看到迄个查甫的？伊哦，伊出去散步啦。过来，就要去讲到迄个查甫学生的代志。我起好胆，甲伊讲：我想要啉咖啡，毋知会使袂？你想要啉咖啡？囡仔人敢若袂使啉呢？伊讲照理应该袂使，迄毋是囡仔啉的物件。毋过，若干若啉一丝啊，应该是无啥要紧才对。嘻嘻。姐姐。是毋是囡仔人还袂使甲人恋爱，才袂使啉咖啡？哦，你哪会安尼讲？咖啡敢若是会互人恋爱变好的物件，亲像台语歌唱的安尼。啥？有即款台语歌？我毋捌听过呢。毋过我最爱啉咖啡是有影的。我甲几底有讲到咖啡的歌唱互伊听，伊听甲真注神，才想到咖啡还袂泡，摕出一个圆管啊，敲出一颗乌朴的粉，滚水罐先管烧水落去，拉拉咧，安尼尔。好啊，你啉看卖。好，足烧。较细嘴的，毋通去烫着。咖啡真烧，哪分哪啉。感觉安怎？是毋是真正亲像你想的安尼？我啉起来感觉苦苦，真歹啉。我家己讨要啉的，毋敢讲，干那面仔悠悠，苦苦啊啉。我对咖啡无趣味啊。就无搁去阿雄因兜。过尾一礼拜，换迄个查某学生来找我，讲要请我去啉咖啡。啥？迄个查某囡仔要请你啉咖啡，对啊毋对？阮兜的人拢感觉奇怪，哪会我这个高囡仔人，甲迄个高贵的知识人有交陪？去到伊住的所在，我阁无看到另外迄个。恁朋友人咧？伊走啊！我来泡咖啡。我起烦恼，破病食药啊是高不离中的，哪有家己找苦汤啉的？伊面啊笑笑，甲泡好的咖啡拄互我。
你搁啉一喙看卖？我搁哪闻哪接，味无共啊好，苦苦甜甜，搁有影料啊有清芳。即摆较袂遐苦啊！伊小解家己讲叫做芳芳，芳就是芳的意思。我介意咖啡迄款清芳清芳的感觉，毋则啉咖啡无蓝糖。迄天袂记你是囡仔人，应该爱蓝糖甲牛奶粉，安尼较好啉。莫怪，其实我今仔日请你来啉咖啡是有目的的。前摆你唱的台语歌，我真介意，想要拜托你教我唱，特别是迄条。人阮彼日甲伊双人，做阵去游工。我感觉词甲曲配合了真好。哦，你唱的即条歌叫做《满面春风》。伊有对阮讲起爱情，说出青春梦。你真敖呢，小小年纪哪会捌遮个歌啊？遮个歌拢是我听拉里奥学的。我厝内真敖记歌词，听2-3摆就记起来啊。安尼，你若唱，我若用笔来记好无？又过一日，甲伊行入一间小地房，双人对坐，满面春风，甲微微清芳。彼时伊也对阮讲起结婚的事项，互阮只是想着歹势。即摆我感觉咖啡无遐尼歹啉啊，毋过要是无我想的遐好。芳芳的代志，迄阵我无真知影，是嫁互阿雄了后，伊有时会亲像较早安尼，请我去啉咖啡，伊甲我当做朋友安尼讲互我听，才较知。伊毋是啥物都市的学生，是读屏东农专的，因兜住彰化市内，读册时阵甲一个同学感情真好，就是甲伊斗阵来迄个查甫学生。因想讲要甲家己奉献互土地甲农业。就约束讲，要找一个上约贴的草地所在，去发挥因的理想，亲像做医生的史怀哲安尼。经过调查，知影阮庄有够落伍，想讲要来带庄林的做事人做农业改革。哪知来到庄林，才知因所学的理论，拢敢若是理论尔。农民对种作的知识比因捌的较实用，心情受到真大的刺激。规尾。迄个本地是伊的男朋友的学生，讲要放弃。我无想要搁做农啊。你哪会使安尼就放弃？咱毋是有约束，讲要甲家己奉献互土地甲农业。迄不过是理想罢了。我哪会知影现实甲理论会差遮济？是咱的理想，就应该要坚持才对啊！来到遮，毋捌的就学，亲身落去做。做久就捌，我毋相信理论无路用，是差伫甲实务要安怎结合尔。毋过，迄个听袂入去，芳芳骂伊无志气，甲伊气走啊。芳芳出业了后，佮共款来阮庄，鼓励阿雄种无共款品种的作物，采用伊的方法去管理。毋过定定失败，害阿雄了钱，了得了啊！阿雄也无怨叹啥物，有是招花啊行济尔。
过一年，因就结婚啊。芳芳同款，搁早铺仔去田林，哪做功课，哪记物件，亲像做研究安尼。有袂晓的所在，就泡茶，请人去因兜坐，请教人。尾啊，阿雄因兜门口埕变庄人上家业的，便若食暗饱，大家拢会想要去遐啉茶开讲。毋过，敢若我甲伊会啉咖啡尔。我读初中就离开庄脚，休寒休热才会转去。芳芳生一个查某囝，甲一个后生仔，看到我转去，拢会叫我去因兜啉咖啡。阿雄嘛学了爱啉，伊讲迄段甲男同学拄分手的日子。迄当阵，我的心情比无掺糖的咖啡搁较苦。伊相信迄个查甫学生违背约束选去，拍碎少年农业释怀者的面梦。加在你教我好听的咖啡歌，互我的心情较好，有勇气坚持落去。讲来，咖啡毋但会开乱花，嘛会伫失恋尽头，互伊清楚知影伊无爱迄个同学。我大汉了后，汉伫阁转去庄脚。有一摆高中的休寒转去，庄人煞找无阿雄甲芳芳，讲是去巴西买一块土地，两翁仔某要专门试种一款因家己栽培出来新品种的咖啡，成绩安怎我都毋知影。我想讲，这世人应该无机会阁拄到芳芳。毋过，咖啡迄款清芳的气味，我愈啉愈爱。即阵我嘛学会晓啉无含糖甲牛奶的咖啡啊。今仔日的广播剧《咖啡母语》是由陈明仁原作，罗家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上阳唱片店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芳芳、黄一林演出，阿雄、叶宪君演出，阿仁、苏胜富演出，阿仁的老爸关凯兴演出，庄林、陈丽文、林依婷、王家仁演出，钟明、吴兆祥演出。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看万地。放花来为生。今仔日来到民人生的开讲的读册盘，是咱台湾博览会台湾文学读册会4位代表：吴希美、林淑美、詹益瑶、叶怡欣。首先，咱来听这4位读册盘分享因读这篇故事的感想。大平安，我希美。我即马主要咧做台文的书工台文家生命的记忆。我感觉这篇真特别因为拍迄个故事内底大部分拢写台湾人古早社会情景啦。啊，毋过这篇主要咧讲啉咖啡讲咱台湾较早嘛有咧啉咖啡啊，总是咱即马会感觉讲啉咖啡敢若是较适拍较时行的代志啊，我细汉时厝邻的士大人也是讲去别人兜我家己的经验嘛
定定会有一块桌啊，是讲一寡专门的器具吼，是咧泡茶米茶啦。哦，所以我家己较早迄种细汉时的经验，其实是茶米茶啦吼，所以较毋是咖啡。我想阿仁先吼，应该真想啉咖啡吼，才有法度甲啉咖啡的代志，甲生活吼结合做伙，嘛通写做一篇小说安尼。啊，我感觉即篇吼上特别的吼，颠倒是讲，因为我感觉即篇咧写吼，较像迄种散文式的小说，就是伊迄个铺排的方式吼。啊，所以有法度用真轻松、简单、生活化的话语吼，写甲变做一篇故事吼。所以我感觉若要写台文吼，即篇真值得咱现代人做见本安尼。好，大家好，我是尚美吼，我即摆是咧做台文老师吼，我真欢喜，甲遮个文化到历史扣进来哦。这个故事里呢有一段话哦，吼，听起来真浪漫吼，真 romantic 哦。伊讲咖啡伫迄款下远的时代是一种温凉，一个恋歌，一个迷茫吼，一个拄天的国度。咱常常会讲听到讲 romantic 这个词吼，毋过啥物是 romantic？ 就迄个故事里的囡仔讲的吼，伊捌啉过咖啡嘛吼，伊就讲，迄是生做啥款的啊？圆的呢，四角的呢，红的呢，也是乌的，我概念就无哦，吼，所以也无经历过这种 romantic 的感受吼，咱是无法度去想象的吼。毋过呢，阿仁真厉害是伊用一个真具体的方式。咱感受到这种的 romantic 哦，伊先用这个咖啡呢做带路家吼，带咱进入这个故事，佮带咱对这个囡仔要熟悉咖啡的过程当中呢，迄个同时阵来感受这个芳芳伊感情上的这个酸甜苦涩吼。阿仁用咖啡牵出一张吼，佮一张真美丽的梦，互我吼感受到迄种学煞了吼，心情佮煞噗噗袂惊哦。因为一直浸伫迄种 romantic 的梦内底，爬袂出来。我感觉咧谈阿仁泡的即杯 romantic 的咖啡的时阵呢，有淡薄酸酸涩涩，苦甘，尾甜甜，尾咧即个后韵就出来啊吼，会感觉一个咖啡香、咖啡醉的感觉。大家平安，我是君啊。我是伫台语场咧拍拼的做事人。伫这故事内底，阿仁先有讲到伊细汉头摆甲咖啡结缘的过程，伊互伊家己喜意的歌曲引起甲咖啡甲恋爱做一个连结，来想象咖啡的滋味，佮加添伊对咖啡的奉献，应该嘛会当讲是对恋爱的奉献啦。转来说去，总算啉到伊其他的咖啡，啉到呢，烧烧苦，又歹啉，面啊油油，苦苦啊啉，用这种的手路描写吼，描写一个囡仔的人吼，啉咖啡的迄个感受，甲伊的心思，足幼路的吼，迄个画面吼，好哈，看到遮的阵啊，双边喙角拢翘上天啊，应该足好笑。其实呢。规工烂田土甲田园农作物斗阵咧做事的人，才是世界上上大的脚卡兼朴素啊！不管是建造的土质啦、地理水路啦、季节气候的变化啦、品种的改良啦，是白糖的风地啦，佮有一寡建造的技师研究发明改良、生态工程啦、机械啦吼里里扣扣，通通拢是靠因家己。亲身经验随时去应变，若一路当呢，就甲天公伯啊搏，用伊的家伙、气力、地度，输赢人命。咱听起来敢毋是上好胆的调度，上有才调的朴素。这嘛是我为这篇故事内底想到阮兜迄个赌性坚强兼无学历证明的朴素阿达。大家好，我是怡欣。我是一个为2021年开始要甲家己的母语找倒转来的上班族。咖啡母语这篇故事啊，阿仁先做厉害，用咖啡来去引出落尾的结局，
同款是用咖啡来做想煞。我家己咧读的过程，就是嘛随阿林先诶普摆，那想、闻着、啉着，甲感受着咖啡一个变化的滋味。亲像内底就是有讲着的，用浪漫的台语歌曲甲歌词来形容咖啡迄种浪漫甜蜜的滋味。抑阁有两个大学生，因满腹的志气甲热情，想要甲家己奉献互土地甲农业。即种热情就亲像煮咖啡的时阵，大声都亲出来迄个气味足烧热、足厚的。后来就是从红红甲伊的同学男朋友，就是有经过失败的经验甲失败的恋情，那像是咖啡迄种可涩酸味的滋味。最后其实故事的结局应该算是真好的结局啦。透过所有的滋味的结合，转做一个深色教训的咖啡滋味。我感觉规故事就是我若亲像咧啉一杯咖啡，迄种愈啉愈有滋味的感觉，会当体会到咖啡家己本身特别的风味。我感觉就是甲人生共款，人生每一个阶段拢有伊无共款的滋味，所以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是特别的风味。好，咱感谢四位读册伴分享因对这篇故事的感想。接下来，咱来听作者闵仁先的回应。第一名咖啡母语，你敢若看继续讲先拿日本话咧日本话是母语读做monogatari就是我用这个那种咖啡这款米的话啦。你若用中文来看，变做咖啡这款米的话啦，母语啦。要讲咖啡这款米的话，另外monogatari就是故事啦、传奇啦、浪漫的，叫做monogatari啦。我这号这个名都有几种意思啦我写这篇其实有影啉咖啡是我20几岁了后才知影的啦。我20几岁伫台北啉咖啡，台北咖啡会当啉咖啡无几间啦。迄阵台北敢若3、4间较知影的尔，剩拢嘛无啥人啉咖啡啦。迄个时候我定定家口啉咖啡啦，我就照这个讲，人带新娘有机会咧讲咖啡啊。我才讲要写这篇，就是因为这个主角芳芳对吧？这是有人的啦。迄阵台语文社有一个叫做白芳芳啦，伊台语无好，伊善良波人。因兜我开始了，但是台语哪会无好？佫读中文的，伊尾也去英国留学噶啦。伊尾也伫台语社内面，台语学我足好啦。本来袂晓讲的啦，参到台语社，我就为着这人，我就甲名叫做芳芳啦。这有理由的啦。你内面有注意我写一个讲去校外开会无？迄嘛是为着要纪念我拄离婚了，有一段新的恋情啦，是安尼啦。我甲台语歌有咖啡的做出来，过来用迄个农业史怀者的心情有无？这个摩托就是吴承恩人某啦，因拢屏东农专的啦。因两个是我想到的农专那边，毋是甲不甲因两个无关系啦。我是用这两个做咧写屏东农专啦。好，感谢闵仁先。接下来是咱问问题时间，咱请读册伴分别来请教闵仁先的问题。我知影较早真正有一间糟窟咖啡店，阿仁先伫遐做社会运动嘛伫遐写台文作品，所以等下才请阿仁先借这个机会甲大家分享这间咖啡店的故事安尼啦。过来就是这篇内底有讲到啉咖啡、唱台语歌，阿仁先是毋是感觉这两集是你精神的粮食？敢通分享几块你介意唱的台语歌无？以上。好你讲了无毋对啦。就像我出社会了，啉咖啡变做我上大的迄个。我较早咧写作拢电脑摕的，PC 摕的我
迄个1991年左右，我就开始用这个两位的 TW3 科技咧写作啦。就是这早电脑书就开始使用啦。我拢摕去甲伊听啦，逐工拢摕去甲伊咧写啦。我一工拢开几千箍咧，不如我开一间啊。我若讲一工了1000，一个月了3万，咱嘛也会好咧啊。过来我就讲包括互一寡即体制外的人，包括着土匪屋嘛，体制无介意人拢毋得来。第三就是讲，我甲我所有的铁盘啦、CD 啦、册拢摕伫遐。你要来遮要听我家己放，讲台语歌我拢有。过来吼，你若要看册，你册架拢有当看。我的家己听架就是册架甲 CD 啦、铁盘嘅物件啦，嘛你会使家己放啦。来拢是我的朋友啦，我就是毕业写作啦。我台湾故事拢伫遐写的啦，台语讲啊对啦，台语家己甲歌词，我即世人讲我可以。我写作的时嘛是爱家己甲歌啦。我写作的时嘛爱家己啉放一条歌，即条歌的名仔伫我写作的节奏有无会对行。我若这篇写无了，后摆要去写继续写落时阵，无可能是一解写了嘛。即个我放迄tempo、迄节奏倒转来，才袂走去啦。你写作的迄节奏有无，才袂走去，迄就美感啦。所以写作嘛是爱去家己个歌啦。古早台语歌我拢会晓唱啦。孤单秋秋踮伫热气的楼梯边，流起拖袂对落。遥远迄边去。我基本上是无啥物问题，毋过讲一句讲，你讲家比是横拄天的角度，即个横拄天的意思是讲家比的山地足远哦，还是安怎？我想要知呢。迄是一个我梦想未到的所在啦。是梦想未到的所在。横拄天，咱就台语讲，这路头横拄天有无？这台语是个，用这文学中心好啊。横拄天，我根本就遥不可及的国度啦。华语就遥不可及的国度啦。一个文明，一个迄个啊，这我是用心咧铺排的，你透出来啦。这几句我是用心咧铺排的，咧加比这个物件吼，来具体化，互你知影，我感觉是安尼啦。当我的问题，去互虾米问去，虾米有问着讲，即间有个性的早餐咖啡店，除了会当互阿玲先生啉着烧烧香香的咖啡外，伫店里阁有发生啥物，互你感觉较难忘的代志？另外吼，我阁要补问者，你收店迄个时阵，对你来讲有啥物感受？敢会当分享淡薄啊？你讲开店的时候？你收店的时阵，因为我开店迄阵拢是大家台语社学生来打工啦。我开的时，拢迄阵大家台语社拢来遮轮班打工，一日几点钟安尼。咱毕业话啥物啊？我也无咧打工啊。我都规定讲，若有人点咖啡，我来一杯。我一工来，哪有人啉咖啡着，我才另外煮食好话啦。我一工偌济。我甲迄个讲，我迄拢直接用西朗的嘛，迄较早拢用西朗的有无？红旗式的嘛。若有人啉，我来一杯，我一工啉偌济。我家己边仔就摕一台 PC 嘛，人客来，我遐个人客吼，我若写10道路地开，伫我人客我就甲伊介绍每一倒个人熟悉啦，因为来拢我朋友嘛，伫我遐拢会当甲各倒拢会开讲啦，毋是讲像一道啦，毋是啦。我作品拢伫遐写，我若写一个大倒就看有相，来无熟悉，来，我介绍你怎写相。迄阵诶。差不多文化界拢去过啊。黄心节迄台牌见啊，做起就放我去盘听。我遐拢台语歌拢古早台语歌无现代的啦，新歌甲旧歌无。咱讲老歌毋对，爱讲旧歌啦。歌袂老啦，人才会老啦。歌无年岁啦，会旧啦。咱讲老歌，爱讲旧歌啦。旧歌甲新歌差伫倒位？毋是差伫年代啦，是差伫迄个。较早的歌伊有故事啦，3拍、2拍、4拍，即摆拢一拍歌词出2遍，用好无？也无啥内容，所以这个新歌啦，毋是时间啦，是伊形式啦，较应该嘛共款拢3、4拍，
啊，无等一拍唱了，我当我唱一遍要咧空迄个，你这我无咧唱啦。啊，若古早迄款歌诶，我都无袂晓唱诶啦。我要唱歌吼，迄歌词呐，我若无实在，我袂唱，对袂符嘛。我无咧看字幕啦，迄字幕我袂写，遐毋对。啊，我拢歌词会记咧才来唱安尼啦。啊，会晓分段嘛，迄第一民族大感情嘛，有伊诶感情嘛。我来甲你讲一条我诶故事啦。有一条我叫做《望雾之恋》啦，《望雾之恋》也去练唱诶。迄就是日本歌，迄个也肯定啦，我当时世界之度啦，改诶啦。第一拍讲心爱的相信我，安怎。啊，第二拍讲心爱的相信我，我会爱着你，我会爱着你，就还袂爱你啊！啊，伊反正我会爱着你啊，我一直拢在爱你嘛。因为我会爱着你，就是还袂爱啊，迄就有问题啊！你知影意思无？好，大家好，我是云。拄则讲着迄个早去咖啡店，听起来都趣哦。好，我想要就是会当回去迄个时代，甲阿人生啉一杯咖啡，吼。因为我嘛是哦1991年，那即马若开这个店已经生意做好。对啊。我想要请教就是同款是这篇故事的上尾拍最后一句，我感觉真有意思。即阵我嘛有会晓啉无蓝糖甲牛奶的清咖啡啊。我想要请教就是因为即马现代人不管是翕相还是翕影片，拢会用一寡 filter 就是滤镜。亲像故事内底红红甲伊的男朋友，因想要做迄种农业的史怀哲，这嘛是对生活期待一种 filter。所以我想要问讲，内底讲无蓝糖甲牛奶。这对咖啡来讲，其实嘛是 filter， 因为另外国家入去嘛。这句话敢有咧暗示讲看代志，也是面对世间的事事行行，其实拢爱甲遮的 filter 摕掉，才有法度，就是理解也是体会。因为我是老牌的人啦，较早西方日本啉咖啡拢是糖干，规啉拢有诶啦。迄是近代人讲营养，还是讲啥物歹啉糖？我啉糖，阮是现代的观念，是较近代观念啦。当然我尊重啦，你若讲健康，我毋捌啦。但是我讲咖啡你无糖，哪有啥？澳洲、日本拢是规甲糖拢爱啦。啊，你若干那一迄毋叫做乌咖啡啦，叫青咖啡啦，干那一项咖啡尔，青冰有无？就干那一项冰，这个叫青咖啡啦，毋是乌咖啡。乌咖啡是咖啡的品种啦，咖啡有白咖啡甲乌咖啡啦。杯咧 coffee， 这个杯咧是毋是干那乌的尔，一个完全的啦。好，感谢今仔日4位读册伴甲咱民生的精彩交流。上要咱请理工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凤辉老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的见解。咖啡日语这篇加趣味的就是讲内底有讲起几啊块，算作是作者介意欣赏的台语歌啦这虽然讲是作者个人的口味，不过呢，当然伊这是伊要讲的咖啡主题所延伸的啦较趣味的就是讲伊提起的这几块歌尤其是做上头前敢若袂输一个话头的这个满面春风事实上，我是感觉是迄个时代算作讲相对较特殊的一块啦当然这个歌无完全是这篇故事的主题，不过嘛会当引带咱读者去了解迄个时代台语歌谣特殊的轻松讲爱情查某囡仔角度的这款观点用安尼来带出讲啉咖啡事实上，这咖啡伫这个故事内底应该算是一个配角啦不过就是我感觉嘛是真趣味的，就是讲作者透过伊个人的啉咖啡的习惯来拍开这个故事的门带咱今日去伫迄个时代来讲等于讲所谓的拍远的年代咖啡
算是一种文明，算是一种暖情，算是一种民望，甚至是一个远拄天的角度吼，安尼描写会使看出讲，迄个时代的人对迄个物件的迄个感觉吼。当然内底真趣味的，就是讲透过这个看起来是甲农村做事人，其实是本来是算真清楚，或者少年人吼，毋过来到农村煞这个查某囡仔同方吼，会使讲是敢若袂失去爱着做事人吼，安尼的一个角度，一个伫都市大汉的囡仔，其实是对做事无少，毋过因为读农专有这个机缘去到庄脚做事的这个环境，到落尾煞这个甲做事人结婚吼，当然内底嘛有去讲起一寡这个做事人算作是专业的专用语啦吼，一寡语术检采嘛是会当互咱或者若教师甲这个做事做田较无直接的环境的人，嘛会当透过安尼去了解迄个时代的物件，这是我感觉这个故事的特色。暖暖赞文溪，咱的故事探万地。今仔日的广播剧内面有出现几多句外来语，包括母语、拉字哦、客气等等这名词。所以，咱邀请台语专家、前台湾歌册学会理事长萧定春老师为咱来解说这几句外来语的意思。这个母语是日语式的讲法，是摩洛加达里摩洛加达里，伊是讲故事啦、传说啦，是文学作品这款的形式，拢叫做母语。特别是指日本古典文学中的母语的题材，拍到嘛是对英语。日本医生接受足侪爱西洋的事，拍得问题，结果伊简单写就变做拍到，加客气。我想那我这样的也是较少年的学生、高中生、拢会捌穿过客气裤。客气是一种印地语。是这种棉、毛、化纤棉来纺的织品。过来，拉里奥就是收音机，英语是讲 radio 过来，食暗饱，这食暗饱这词真特别，伊是讲暗顿食饱了后，食暗饱，食暗，咱会使单独讲，食饱。嘛会使单独讲，但是食暗饱做伙讲的较少。这首《故乡的残垣》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课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课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感谢陈明仁、萧定春、
陈鸿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贤、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吹台语声三个读册会协助节目制播。曾文溪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名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送的故事是《戆青仔买奖券钓大奖》，欢迎准时收听。照我远，敢会照到阮故乡的残垣？